这丫头，虽然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或许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啊！谁要跟你死在这沙漠里啊？等到以后有人把我们从风沙里头挖出来，或许会说我们是一对同命鸳鸯。东风石，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些恶心的话？我们都跟了这么久了，还是连棵树都没看到，这怎么办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动了，看他吧。抓他！啊！有树！有树！太好了！哇，找到树了！这几天我们顺着，小心，我们顺着北斗星走，应该已经快到西蜀州边境。有果子呢！这么多果子，足够支撑我们走出沙漠了。我把果子削下来，你接着，接着，再捡一些细枝。做篝火用。好，接着呀。好。哇，小心，上面有倒刺。够了，够了，够了！我们得赶紧顺着这足迹回去，要不然足迹被风沙盖住了，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把马也丢了，2双脚可走不出这沙漠呢。够了，够了。说的有理。又有飞羊上门了。哎呀，有个声音跟着也不错。随便用蛇和毒蝎子，就可以制出防毒粉，让那些毒物不敢靠近。呸！哎呀，我还有很多优点呢，要是你经常跟我待在一起啊，你就会发现。哼，给。哎呀，可是呢，你这个人啊，缺点更多。我怕跟你相处的时间一久，就会发现你更多的缺点。那你倒是说说我有什么缺点啊？我要听听看你对我的认识正不正确。哼，那可多了去了。就拿你睡觉来说吧，打呼、磨牙、放屁，一样也不少。哎，谁要是成了你的枕边人呐，可就倒大霉喽！不可能，我怎么有如此不堪？你自己睡着了又听不见，那些伺候你的烟花女子啊，谁愿意跟你说这些啊？啊，也就是我好心跟你说一声。东方石，我听说啊，打呼也是一种病。你是神医，可得把自己治好了啊！治不好又何妨？反正你都说了，我听不见，只有我的枕边人受罪，而我的枕边人就只有一个，就是猪丫头你呀！嘿嘿，放心，放心，绝不可能是我。
那这么说起来，我们算是同道中人，应该找一个时间比一比，看谁做的叫花鸡更好吃一些。绝对奉陪。爽快，干一杯！出去玩一趟而已，还赚5万两呢。不过，同骑1匹马，那得加钱。6万两，朱丫头这下可满意了。6万两，划算。朱丫头，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我此刻真的很想和你一起，永远被困在这荒漠当中。白天在背阴处休息，晚上在漫夜星空中赶路，一路上和你斗嘴解闷儿，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可惜你现在的心还不在我身上。不过没关系，我有信心你哪一天一定会喜欢我。因为在这世上，像我这样武功高、医术好、长相又俊俏的男人，真的不多。你不喜欢我，又喜欢谁呢？是不是？只有我。东博士，你该不会一直没睡，防止我逃走吧？臭丫头，你不知道沙漠中除了要防止蛇虫鼠蚁，还要防止天气突变、风沙暴起。要是不赶快逃跑，转眼间风沙可能就把我们给埋了。我不睡是为了保护你。谢了谢了，看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夺东方公子君子之腹了。这样吧，我请东方公子喝水。不用了，水剩没多少，你喝吧。不用，我吃这些果子就行了。这水啊，有股沙土味儿，你喝吧。哦，所以是因为你不喝才给我喝的。唉，难得对你好，你倒挑3拣4起来了。沙漠中的水可是千金难买，舍不得给你呢。不过拿，这水是我给你的，给了我就是我的。给我！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你啊！给我！不给，不给，不我的眼睛！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强迫我试试看，你爱喝给你吧。我就喝一点，剩余的都给你啊！啊！又怎么了？我在苏州府的时候啊，每天都是喝清晨山泉，没想到也有喝泥水的一天。这泥水的味道还真难闻。谁让你追过来的？你若是不追过来，我和朱寿就不用半夜从龙虎客栈逃走，自然就不会遇上后面那家黑店，更不会走散。切，龙虎客栈那个金镶玉跟那个黑店是一伙的，若是我不追上来，你跟朱寿一样会走散，但是你就会一个人被困在这荒漠当中，你只会更孤独，更凄惨。哟，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啦。不客气。喂我吃果子。张开嘴。啊。哦。喝水吧，喝水吧。武器，他怎么会和东方之水在这里啊？这儿。哎，又多了一个人。东方使，
挡在我前面干嘛？这种时候独自出现在沙漠，有9成可能是沙匪，小心为妙。这位公子误会了，我并不是什么沙匪。之所以一个人独自来沙漠，也是因为沙匪横行，特意前来剿匪的。你平常看起来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今天眼这么拙啊？这位公子衣着华丽，气宇不凡，相貌英俊，而且看肤色也不像是久居沙漠之人，怎么可能会是沙匪？肯定不会是沙匪的。公子，你愿意进这沙漠剿匪，那想必也是位侠客了。我以前听人说书，最喜欢的就是像连衣客那样的侠义之士了。侠义之士不敢当，只是尽一些绵薄之力罢了。原来你喜欢连衣客是因为这个，早说嘛！我大可以做一个什么救人济世的大侠。这位公子，你既然敢进这沙漠剿匪，那想必对这沙漠的地形也相当熟悉了。我本来打算跟家人们穿过沙漠去西楚州的，没想到半路遇到歹徒抢劫，失散了，又遇到了这个无赖追了上来。哎呀，你说谁是无赖？你本来啊还指望这个无赖带我出沙漠呢，没想到就迷路了。公子，您发善心，带我去西楚州吧。当然可以。周丫头，他说什么你都信，你吃果子吃傻了你！你说什么呢你？独自一人想进沙漠剿匪，你撒谎！沙匪成百上千，岂是你一个人能杀光的？你自己办不到，不代表别人办不到。朱丫头，你为什么要处处偏袒他？这样子的一个陌生人，很可能就是沙匪所办。到时候你被抓进沙匪窝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别怪我没提醒你。我相信他不会是沙匪，因为那位公子比你儒雅，也比你俊俏。他比我俊俏。是呀，鸭子才看不出来，难道你瞎了？你才瞎了。二位，我看二位风尘仆仆，应该是在沙漠里迷路好几天了吧？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这里有干粮和水，吃饱喝足之后，我带二位走出沙漠如何？好呀。干嘛呀？沙漠中的水和食物最为珍贵，你竟然会给我们2个陌生人？你要不是心怀鬼胎，就是圣人心肠。但我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无私的圣人。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喝一口给你看。东方石，这水啊没有沙土味儿，又解渴又甘甜，你真的不是吗？喂，给，你吃这个。看来是我错怪兄台了。来而不往非礼也。兄台，尝尝这个果子，酸甜可口，配着饼吃也不错。我和夫人亲手摘的。谁是你夫人啊？当然是你啊，周丫头！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纸婚约在呢。跟你说过800遍了，我会还你钱的。你别到处跟人家说我是你的什么人，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总之，你没花钱，你就是我的未过门的夫人。两位，看来2位对此事并未达成一致。如今天色已晚，正是赶路的时候，要不然边走边聊。好呀，麻烦公子了。不用了，我们顺着北斗星走，自然能走出沙漠。你继续剿匪去吧。你不需要，我需要。公子啊，那就麻烦你了。跟着你啊，有吃又有喝，不像跟着某人，差点就饿死了。朱丫头，你就这么信他？公子不用理他，
等到了西楚州之后，我会好好答谢你的。答谢就不必了，能帮助姑娘是在下的荣幸。谁敢带她走？没想到你还会一些功夫。是去是留，应该由姑娘自己决定。你既然不想与我们同行，我只能带着姑娘走了。在下东方石，江北荆州人士，敢为兄台贵姓？中州如清。我叫猪猪，麻烦公子了。猪猪。好听吧？我们三位一起走吧。驾！驾！怎么水开这个跟屁虫呢？管你是什么人，敢在我面前出风头，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驾！这丫头，怎么走了这么多天，你还是不习惯日出夜行？白天不是睡过了吗？一到晚上就打瞌睡。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也正有此意，反正有公子带路，我们又有水有粮食的，那也不急于这一时，就休息一会儿吧。驾！驾！如公子，说说你那些行侠仗义的事儿吧。我以前最爱听说书先生说那些事情了。好。那我就跟你说一下好几年。吃点果子吧。哎，我现在不想吃。说吧。有一年我在西州府，有一个小乞丐，他把让开，让一让。干什么呀？当然是防止我未过门的夫人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你也别说你要还钱了，在你没还之前，就是我未过门的夫人。朱兄，朱丫头已经名花有主了，我劝你趁早打消对她的念头。我能制造出防蛇的药粉，自然就能够制造出引蛇的药粉。要是你惹得我不高兴，到时候万蛇撕咬，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君有情，妾有意，才算得上是名花有主。东方公子，这可不算，你这顶多算是一个单相思吧。啊，还是公子解风情，君有情，妾有意才行嘛。你是执意要跟我作对是吗？东方公子，朱姑娘跟我才认识不到几个时辰，对你我的态度那是有如云泥。我劝你，还是尽早放弃吧，免得让自己挫败啊。他对你好，不过是想把我给气走而已。你以为他真的会对你有意思啊？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对公子有意思呢。公子，别理他，别理他，来，吃些果子开开胃啊。那个命令，那是我的，现在是我的了。哎，真是，早知道会遇见公子，今天我就该把那只蛇给抓了。那现在还可以烤食肉吃。哎呀，太多天没吃肉，都快忘了肉是什么滋味了。朱姑娘跟我夫人可真像，你知道吗？我夫人她饿的时候，
他连老鼠都吃，不管是叫花老鼠还是生吃，他都干。我一听吓坏了，我还为了他，我跑进别人的厨房，偷了鸡腿给他吃。你夫人好厉害啊！原来如兄有夫人啊，怎么不早说啊？是和夫人感情不好，还是故意不说，以便在外头拈花惹草啊？不过是一些家事罢了。况且，你也没问啊。我和我夫人一起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虽然一直聚少离多，但却日夜牵挂。她永远都是我的挚爱，此生不变。她能做你的夫人，真幸福。她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受苦难的日子，我自然要对她好一些。我只恨自己没有早点遇见她，能让她少受些苦，少落些泪。如今能遇到你也不晚啊。干嘛呀你？我告诉你，我以前行医的时候，曾经遇过2个病人，感染瘟疫烧坏了脑子，导致胡言乱语。我现在看你是不是如此？你什么意思啊？过来，哎，过来！哎呀，别拉，别拉！放开我！你脑子被烧坏了是不是？你难道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孟浪之徒，听不出来他所说的每一句情话都是要骗你这个未经世事的小姑娘是吗？我爱听，管着吗你？他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朱丫头，你若是跟了我，我肯定也会对你好，绝对不会让你受苦流泪的。东方石，你学别人说情话之前，能不能先看看自己？这些话你信吗？你们东方家让我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难道你还不清楚？你又是怎么用云狼威胁我？怎么让我哀求你的？你难道不记得了吗？那件事是我想出一口气，是我的不对。但以后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东方石，我很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也谢谢你不顾危险的帮我解毒。可是我已经心有所属，而且你们东方家始终背负了我们朱家一条人命，我们是不可能的，就别再缠着我了。有如公子带我去西楚州，你回去吧。你若是跟了他，你会有危险。要我回去，等你安全到了西楚州再说。不用了，我相信如公子会是一位如连衣客一样的侠义之士，你放心回去吧。朱丫头，我有此事没得商量。我若不追你追得紧一点，可能就更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一定不会放弃。既然现在粮食和朱姑娘，喝点水吧。我和朱丫头谈话，你这个陌生人让开！朱姑娘渴了不行啊。谢谢。既然现在粮食和水都足够，那我们今夜就不赶路了，早点休息，以免明日又打瞌睡。东方石，怎么了？
想通了？有些凉，能不能把你的毯子借给我？拿去。谢谢。如公子，沙漠夜里寒凉，加长毯子暖和些。好，这毯子给你。拿来。如公子，现在没人吵我们了，你继续说。那一年我去西州府求药，路过一个说书人的摊位。我在沙漠里抓了几个沙匪，从他们手上得到了蒙汗药，找机会不晕的。到了一个说书人的摊位，那个说书人就说：“怎么那么多蛇啊？原来你早就知道我在你毯子上下了印蛇粉，故意让周丫头来向我借毯子，再趁机调包回来，是吗？我只是觉得东方公子毯子有些薄，好心给你换了一个厚的，哪知道东方公子竟然撒这种阴毒的东西。多行不义必自毙，谁叫你要害如公子的？谁让你靠他这么近的？干什么呀？我就跟他开个玩笑，以他的功夫，这一时伤不了。这种玩笑还是少开为妙。朱姑娘，快到子时了，明天还要赶路，先休息吧。今天辛苦如公子了。来，我们离那些死蛇远一点。这是我的毯子。如公子，要委屈你跟谁同一张毯子了？不要！剥下来！如公子，起来！起来！你今天晚上你睡这儿。难道是我想吃肉，想出了幻觉？这丫头，想吃吗？哎呦，你这技术不行，肉都快被你烧焦了。下次抓到别动手，让我来烤。这丫头，你想损我也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我从小下厨，厨艺堪比御厨，怎么可能烤焦呢？刚才听你说想吃蛇肉，我特意演了几条蛇过来。既然你不领情，我就自己先享用了。谁说我不吃的？夸我一句我就给你。哎，东方公子，不介意我也吃几块吧？你吃啊，哎，吃就吃，可别称赞我啊。肉质粗糙，腥味微出。味道比我东平郡的留香楼还要难吃。没品位。不知二位有没有兴趣去我东平郡做客？我请二位去留香楼吃。我没兴趣。等我到了西楚州，跟家里人会合以后，就跟公子去东平郡看看。东王使，你除了医术好，我还真不知道你有什么优点。那蛇肉，也就是看着好吃，肯定不怎么样。我不吃了。知道，你真的不吃啊？不吃，我留着肚子，到如公子说的东平去吃。沙特，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喝有沙土味的水了。如公子，你真是我们的福星啊！我们终于不用担心水的问题了。就算我没有遇到他，也会途经此地，也会遇到这片绿洲。他不过是赶过来的时间巧罢。东方石，如公子，你们俩先去那儿等我1刻钟吧。我要是没过去，你们可千万别过来啊！不行，朱丫头，这沙漠里头不知道埋伏了多少沙匪，以你的功夫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不能单独一个人。我同意东方公子的想法，再过2天就到西楚州了，到时候洗澡地方多的是。可是我这身上都快臭了，要是没看见这水，我还可以忍一下，但如今都看见了，更觉得全身发痒。哎，我们这一路也没看见一个沙匪，不会有事的。来，你们快过去。那我守在这里。不行，关你什么事啊？朱姑娘还没答应嫁给你呢，你这么做有伤朱姑娘名节。就是，谁让你守这儿了？切，朱丫头，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我不管。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我守在这里，第二个就是你到西楚州再行。你一个人守我不放心，要守，你们2个一起守，谁也不许转过身来。为什么？
凭什么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可以守着我夫人洗澡？我绝对不允许，除非我先戳瞎他的双眼。朱姑娘尚未过门，你这么做有伤朱姑娘清白，你凭什么守在她身边，还戳瞎我的眼睛？我先戳瞎你的，以保朱姑娘清白。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那可以来试一下喽，随时奉陪。来呀！我根本不无聊啊！我不就嫌脏想洗个澡？你们要是不放心，好，两个人都蒙上眼睛，站那儿去。谁敢偷看，就自出双眼。好，快过去！别偷看啊！哎呀，好凉啊！哦。哎呀，朱丫头，来人了！把衣服穿好。这。这。长青，我终于见到你了。朱丫头，衣服穿好了吗？这里有一位美人儿，好像是如兄的红颜知己啊。伤到没有？摔倒没摔伤，只是上次在山洞受了伤，这几天未及时处理，伤口恶化了，所以刚刚为忍住痛摔了下来。伤没好还来沙漠，我不是让你在王府里休养吗？我是要来帮你啊！我从小生长在这儿，熟悉西楚州周边的地形。我知道你不想要让我来，所以我就独自一个人进了沙漠来找你。这些天都找不到你，也忘了自己还受伤一事。身上带药了吗？带了。我是今天才觉得有些痛，想要找个水源地清洗一下伤口。没想到却遇到了你，是老天让我们遇到一起。长青，能再见到你真好。青梧，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我们只是朋友。我控制不住自己去想你啊。长青，如兄，看来我应该叫你长青是吧？事先交费。有很多事情对东方公子有所隐瞒，还请多多包涵。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我本来就不相信。如今你承认撒谎，不过是证实我对你的看法而已。长青，发生了什么事啊？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手下呢。此事我日后再跟你说。长青，不介绍一下吗？这位应该就是你昨晚口中的夫人吧？夫人风情万种，花容玉貌，可是羡煞旁人啊。东方公子，你想太多了吧？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朋友，不是我夫人。只是朋友，只是朋友，朋友都能如此亲密，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长兄真是我辈楷模啊！嘴上道貌岸然，私下竟干些龌龊事，厉害，厉害！你是谁啊？谁让你说三道四的？青梧姑娘，在下东方。这是我未来的相公，你问他是谁？该不会你也对他有兴趣，想抱着他吧？我不去。你们。青梧，这位是朱姑娘，
和东方公子在沙漠里迷了路，正好让我遇见。正准备带他们走出沙漠。朱姑娘，怎么了？你也认识我夫人？不认识，第一次见呢。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已经死了。真的吗？你去过苏州吗？我从小啊在苏州长大，可能是你哪天路过了苏州，遇到过我呢。真想不到啊，世上竟然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金武，你伤口还没好，去处理伤口吧。我刚刚摔了，脚麻了。长青，你能扶我过去吗？夫人怎么了？朱姑娘，朱姑娘，青舞姑娘腿上有伤，你能带她去湖边清洗吗？那有什么问题？举手之劳嘛。来，我扶你啊，青舞姑娘，小心啊。哎呦呦！